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玲。大街細巷嘅牙科診所，一家接一家收水，貼喺玻璃門上嘅告示寫住裝修升級，但邊個都知道呢個係隻草啦。老細消失，醫生散咗，嗰啲交咗幾萬蚊預付款嘅患者們，嘴裏仲含住一半嘅牙套，錢就再攞唔返啦。曾經開一家牙科診所就可以躺住數錢嘅好日子，真嘅一去冇返啦咩？嗰啲着草嘅診所老細都去邊度呢？喺2024年嘅夏天特別熱，上海靜安區真威口腔嘅老細就感覺渾身發冷，賬上嘅1500萬預付款早就被佢挪用得一乾二淨。新開嘅3家分店每個月都喺度燒錢。網絡推廣費好似無底洞一樣吞噬現金流，佢知道撐唔落去啦，趁住夜色偷偷離開上海。診所900幾個患者嘅治療記錄仲整齊擺喺櫃台，劉生就係其中一個，佢嘅5粒種植體螺絲釘仲喺牙齒入邊，其中1粒已經開始鬆動發炎。每日早上刷牙嘅時候，佢都能嘗到血腥味。去第二間診所諮詢，醫生睇咗條片直搖頭，話呢種半桶水工程最難接手，處理唔好可能要全部重嚟。全國各地都喺度上演同樣嘅故事。哈爾濱有個診所，老細前一日仲喺朋友圈發優惠活動，第二日就唔見人啦。診所嘅設備被搬空，只剩低幾張治療椅孤零零喺度。有患者揾到老細屋企。屋企人話佢欠咗成身債，早就唔知走咗邊度去。呢啲着草嘅老細其實都有個共同嘅特點，佢哋將患者嘅預付款當成咗自己嘅荷包。今日收個正機嘅2萬，聽日收個種植嘅3萬，錢一到賬就攞去填補第二啲窟窿。有啲投資股票蝕咗，有啲買房被套路，仲有啲乾脆就係賭博輸晒。等到患者來做治療需要買材料嘅時候，賬上已經空啦，老人家嘅牙齒就成咗賺錢工具。哈爾濱嗰位77歲嘅長者行入診所嘅時候，只係想拔2粒鬆動嘅牙。佢患有高血壓同埋糖尿病，心臟仲裝住5個支架，每日食1把藥。診所嘅諮詢師特別熱情，拉住佢睇咗一圈設備，話而家有優惠活動，一次性處理所有問題嘅牙最抵。長者被講動啦，坐喺治療椅上一坐就係4個鐘。醫生幫佢拔咗12粒牙，又種咗6粒，血一直流，護士不停換紗布。老人中途話頭暈想休息，醫生話馬上就好啦，再堅持一下。離開診所半個鐘，老人家喺屋企開始大口吐血，屋企人嗱嗱臨送去醫院，但人已經休克。醫院嘅醫生睇咗病歷，直接報咗警，話呢種高危患者一次最多掹2粒牙，診所喺度玩命。浙江永康嗰個男人更慘，一口氣被掹咗23粒牙，診所話佢嘅牙全部都壞晒，不如一次性解決，仲可以慳翻唔少錢。手術後佢一直發燒，診所話係正常反應，開咗啲消炎藥就打發啦。13日之後，佢因為細菌感染引發心梗死咗。屋企人先知道診所連最基本嘅術後監護都冇做。呢啲診所將老人家當成咗移動錢包，佢哋專門瞄準嗰啲有退休金、仔女唔喺身邊嘅老人家，用各種話術呃騙，咩存5萬蚊終身睇牙，咩一次性解決所有牙齒問題。老人家邊度分得清真假？結果唔單止牙冇睇好，養老錢亦都打水漂。種植牙從暴利神話變成燙手山芋。2019年嘅時候，開牙科診所簡直係印鈔機，一粒國產種植體入貨600蚊，貼個洋標籤就敢賣8000。韓國嘅登騰、奧齒泰呢啲品牌成本唔到1000，轉手就係12000。患者根本唔明入邊嘅門道，醫生話咩就係咩。嗰時候全國只有7萬家診所，市場需求卻大得驚人。中國60歲以上嘅老人家平均只有8粒好牙，
美國老人家有26粒，每年潛在嘅種植牙需求有2600萬粒，實質做嘅先幾十萬粒。邊個開診所，邊個揾到錢。有啲診所一個月純利潤就有幾十萬。集採政策一嚟，遊戲規則全變咗，種植體價格被打到地板上，國產嘅最低630，進口嘅亦就900左右。患者可以喺網上查到各種品牌嘅價格，診所再唔可以隨便報價啦。以前一粒牙賺8000，而家頂多賺幾百蚊。到咗2022年，診所個數量暴漲到12萬家，翻咗快1倍。大家都想喺集採前最後撈一筆，結果政策嚟得比想象中快。街上五步一家牙科診所，為咗搶客人，價格戰打得頭破血流。有啲診所喊出寧願種植嘅口號，先將人呃入嚟再講，等患者坐喺凳上就開始各種加價，話要種骨，要做牙周治療，最後使嘅錢比正規診所仲要多。呢種惡性競爭令成個行業都變晒味，醫生唔再關心治療效果，只諗住點樣多賣項目攞提成。診所唔再注重醫療質量，只想住點樣快速回本。患者被坑怕啦，寧可忍住牙痛，亦都唔敢輕易入診所。預付款變成咗定時炸彈，牙科診所特別中意搞預付款，尤其係做正矯同埋種植牙。諮詢師會跟你計條數，話而家交2萬，後面所有嘅復診都免費，比分期付款平幾千。好多人覺得抵就交啦，點知呢個錢一交出去，主動權就冇啦。廣州嘅劉生就係咁樣被呃嘅，佢喺診所交咗錢，做咗牙模，醫生話等2週先可以戴牙冠，結果到咗約定嘅時間，診所大門緊鎖，老細嘅電話打唔通，微信亦都拉黑啦。佢加咗個維權群，入邊有900幾個人，大家嘅遭遇都差唔多，唔係正畸做到一半，就係種植牙未種完。預付款最大嘅問題係冇監管，診所收咗錢，想點用就點用，可以攞去開新店，可以攞去買設備，亦都可以被老細直接轉走。等到診所經營不善要收水嘅時候，賬上早就冇錢啦。患者嘅預付款變成咗一張白紙。有啲診所仲過分，明知道自己要收水啦，仲喺度拼命收預付款。佢哋推出各種優惠套餐，買1萬送5000，充值翻倍之類。有啲老人家將棺材本都投入啦，結果診所差唔到1個月就收水。呢種最後一搏式嘅詐騙，令好多家庭損失慘重。喺2024年着草嘅6000家診所入邊，大部分都係因為預付款嘅窟窿填唔上。前面嘅患者嚟治療，需要買材料付工資，但新患者嘅預付款已經被洗晒啦。呢個就好似擊鼓傳花，音樂一停，最後接手嘅人就當黑啦。牙科生意嘅未來喺邊度？行業大洗牌已經開始啦，預計要淘汰3-4成嘅診所，嗰啲靠偷呃拐騙過日子必然活唔落去，市場會留住真正做醫療嘅人。有啲診所已經喺度改變經營方式，北京有家診所將所有嘅收費標準貼喺牆上，材料費幾多，服務費幾多，明碼標價，患者入門就可以睇到，心裏有個底。佢哋仲推出分階段付費，睇診付30%，治療中付50%，醫療結束確認冇問題再付剩低嘅20%，咁樣患者放心，診所嘅現金流亦都穩定。3-4線城市同埋縣城係個大市場，呢啲地方嘅口腔消費增長速度係1線城市嘅2倍多，但醫療資源先佔全國嘅2成。有啲連鎖品牌採用中心醫院帶衛星診所嘅模式，喺縣城開咗小診所，疑難病例轉到市嘅中心醫院，投資300-500萬，唔到3年就可以回本。技術亦都喺度幫行業降成本，數字化設備令睇牙更精準， AI 能幫醫生診斷，3D 打印令種植體更平。國產品牌威高創英種植體，價格只有進口嘅1半，質量就唔差。隱形矯正領域，國產嘅時代天使已經佔咗市場嘅6成多。
兒童市場潛力巨大，中國兒童嘅齒牙率超過70%，好多家長仲覺得乳牙壞咗冇關係，反正要換。青少年嘅正畸需求滿足率唔到30%，大部分小朋友嘅牙齒問題都冇及時治療，呢啲都係未來嘅機會。到咗2030年，口腔醫院市場規模會超過3800億，每年增長1成幾。睇牙係剛需，老百姓唔係唔捨得使錢，係驚被呃。診所只要老老實實做醫療，將患者當人而唔係韭菜，生意自然會好起嚟。牙科行業嘅寒冬睇起嚟好冷，但呢個喺度擠泡沫、去虛火，嗰啲想一夜暴富嘅投機者被理清出去，留低嘅係真正想做醫療嘅人。老百姓需要嘅唔係花呢碌嘅營銷，而係實實在在嘅治療。當診所回歸醫療本質，唔再將患者當提款機，呢個行業先會真正健康起嚟。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中意我嘅節目，請訂閱支持，多謝。我哋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